我知我所信的，我所亲信的，我甲交托，上帝一定带咱到最后一面吼。另外一首是461首，461首。461首即首吼，诚说真侪人上爱念的诗歌吼，甚至吼已经准备甲即首诗，诚说伊家己个别式的个人爱念的诗吼，包括我，咱歌词是写一个真软弱的人，伊伫人生一生中间拄着家己信心无定，痛心在忍，魔鬼对伊赢的时阵，吼伊即摆的信仰是安怎？也知影讲耶稣伫因带伊，坚定伊，疼惜伊，耶稣看伊做宝贝，的确带伊到无尾。咱来听头一节。我的信心来。我的信心靠我跳，你看我心，接受我的力量，你看我心，你看我心，你看我心。各位兄弟平安。这时啊，以咱的心来，去今仔日的聚会，安怎啊？因为万意出离，外口伊归你，愿意的荣光到代代。阿门。即时咱来献开圣诗452首，圣诗452首。上帝听谈咱的教会，咱的爱足大，咱请起立来吟全诗。你
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祈祷。我信上帝，做预备，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主，对圣经祷告，对在圣母玛利亚之时，阮因为我到现在是好，并是个死拜作对永母，第三日对世人中我，今天那是出来的上帝的话语，因为对咱我的信心话的信心，我是信心，先不讲的教会，信我上讲，在下面就会给我另外的方面，阿门。现在，是咱同齐来启文第21篇，启文第21篇，也是诗篇的100篇，咱同齐来启。全地龙舞摇花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用感谢你伊的门，用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伊上咱同齐来祈祷。听头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甲引带，互咱平安伫主的看过来到圣所内底来敬拜你，同心来听你的道理。人拢是异世，拢来靠主来得到完全。就你即时，甲咱每一个人同在，亲自带领咱来行过头前的路，甲面对的代志，行伫正确的路中，为主来做工做盐。咱将今仔日的聚会的一切，拢交托伫主的你的手中，对头到尾，对咱。拍开咱每一个人的心，让上帝阳光照伫咱每一个内底，看见恩典，看见主的慈爱，将平安放伫阮每一个人心中。即时，咱嘛坐声用主所解释咱的祈祷文，阮同心来安尼祈祷。咱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度来，你的旨意成，你的心意，愿你是天父。
即时咱来看圣经，今日圣经有两个所在，伫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到第6节，第二段是嘛是伫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到第19节。第11章第1节，这个代志以后，耶稣伫提比利亚的海边，都显明家己互学生看。伊的出现记载伫内底，有西门彼得、多马亲弟托马、加利利的加纳人拿但业、西比太的囝，搁阮学生两个，拢三家伫地。西门彼得甲伊讲：我要去讨鱼。伊甲伊讲：我咧甲你去，就出去。上船，迄暝无掠着啥物。迄不讲，耶稣伫海行，若是学生毋知伊是耶稣，耶稣就甲因讲：细囝，恁有面皮无？因讲无，伊就甲因讲：拍往入船的正边，就会得着。因拍落去，就望看袂起来，因为鱼的济缘故。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记载第15节，已经诚早顿。耶稣互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较赢遮个吗？因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因讲：是我养我囝。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吗？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样。第三摆甲因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吗？必定因为伊第三摆甲因讲，你疼我吗？就又问，甲因讲，主，你有所毋知，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是我养我时时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包，照所爱来行，路到老，你要亲手，别人就捌你，带你到你无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彼得要安怎死来应本上，已经讲安尼，就甲因讲，缀我。以上，咱你们请信我读。
讲道，今日讲道的主题是耶稣再互你，阮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引带带领，吼，互咱兄弟姊妹，虽讲伫假期的中间，咱依然会当组织伫上帝殿里来敬拜俄罗斯。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中华外教会虽讲已经退休，但是依然还搁在做的所在的分享讲道。伊是我的爸爸做伫北林教会的时阵。第一届吼，第一位的新学生，我会记我迄阵真细汉敢若是国小。我印象诚深的，就是有一遍，阮迄个助理学出去海边佚佗，王武聪牧师就伫遐咧顾阮，逐个伫遐咧耍水收水咧顾阮，我嘛伫遐甲伊佚佗安尼吼，伊迄阵哇真活泼，带阮遮个。这个主理的学生青少年安尼，后来我较知影讲他不会游泳，迄阵即摆我毋知影是毋是会游泳但是伊就是伫遐，我印象诚深顾每一个囡仔，囡仔啦较远的时阵伊就甲救倒，所以互我印象诚深、诚感动。嘛是阮以前阮爸爸牧会到北林教会第一位的新学生，妈妈前几工嘛搁咧分享，迄阵王武聪牧师。伊咧做新学生的时代，时间咧就诚紧，王牧师已经70岁，叫咱咧规定退休，但是伊依然真用心拍拼，伫咧传道理的方面，特别咱有即个荣幸会当邀请伊3月26号，嘛佫有一天，特别要来讲，拄好是清明，要讲牧师顶边有讲到即个祭祀的问题会延续佫较深入，伫遮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佫较了解。今仔日牧师要用的题目耶稣赞呼你，咱详细来听，以上时间交互牧师。多谢牧师特别介绍，你讲遮个代志，我拢无印象。我真欢喜来到咱来到教会，我这个来先这个牧师嘛，因无国母牧师娘，伊就讲，牧师你是阮北林教会第一个新学生，是无对？我伫遐受人照顾安尼牵教我今仔日有啥物会当互上帝用，我先多谢叫牧师娘，多谢你是伊国母牧师叫倒转去，我真少年，你拢是。足疼惜阮安尼就是安尼所有真济帮助我安尼牵情安尼所以我真少年，这是我献身读圣学院第一学期牧师娘永远是拢无变，抑阁是安尼笑眯眯真感谢主我真欢喜承认陈牧师，伊拢是国校真细汉即马已经做牧师也已经牧会20几年，是一代传一代。我相信这就是咱的信仰咱的信仰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我也相信若到教会上帝，我第一摆来咱若到教会，哇！甲印象中，大口即摆是安尼大楼林立安尼啦可能而且还佫建水个礼拜堂佫建一个宽阔的一个土地真正
这是咱也感谢咱安尼顶一代人留互咱这么宝贵上人的一个资产哦，期待咱这代咱那上信仰化的一代，咱也来扩张上帝的定义扩张上帝的定义然后地区因着咱然后教会来是祝福咱然后教会当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力，就上帝使用咱，这是咱一片同心来祈祷。主，阮多谢你，主是阮来到迄个施恩的宝座前，阮伫遮要敬拜，阮伫遮脚步也要甲国外的主三句，阮恳求像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帮助阮明白上帝你的真理。求你也亲自圣神高我你罗布的嘴，互你罗布的嘴真侪你话语的出口，互上帝话进入伫阮的心中。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咱随着了咱所读的圣经，我相信这咱拢真熟。这段的经节也是真特别，伊个记载。过来主，过来了后第三摆显现的一个经过。相信咱每一个人信主，拢有一个过程。我毋知影你是带着啥物款的动机来寻求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毋是有满足你的需求？还是你真认真要对这个信仰，敢若上帝拢无听我的祈祷，你是毋是有缘会有这种的经历？今咱所读这段经节，你会当发现到耶稣的学生，因一个开始跟缀耶稣的时阵，闻到耶稣一个呼召的心，因着放某放囝放下因的事业。真阿萨利啦吼，咱真阿萨利安尼吼，就去缀耶稣安尼啦吼。毋过咧，虽然因真阿萨利，耶稣是好调随的，毋过咧，到底到那么21节咱所发生嘅地，咱发现着。因一开始跟缀耶稣真明显，因拢有因无相款的目的动机。当然，抱着一个期待为各自的目的，迄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到这一经你有发现？不管你当初的动机目的是啥物，最起码教理，然后因咱拄仔所读的经节的时阵，你会当发现到，迄个结果是，遮个讨伊人，因拢倒转去个讨伊，安是啥物意思？因所有对耶稣、跟对耶稣的期待，甲因当初的目的，完全拢落空。问题出伫倒位？问题出伫倒位？即个，我真是咱心来思考看卖。你期待耶稣伫你生命中的角色是啥物？当然，耶稣搁较爱知影，就是讲，反正耶稣伫你生命中的角色是啥物？你期待耶稣伫你生命中的角色是啥物？毋过咧，耶稣马上反问：我伫你生命中的角色是啥物？今日我甲人分享讲，
耶稣已经在意你，伊在意是啥物？伊看你成全你生活中的需要，佮伊搁较暗忙，会当成全你生命中的意义。好，咱对这段经节，咱来看卖。两只学生因真失望，伫班长彼得海龟带头带头，搁倒转去讨伊的时阵，圣经安怎讲？先一开始讲伫即个到后恁一章，而且讲西门第23讲西门彼得多马甲迄个拿但业西比太两个囝，甲另外两个学生拢做阵。西门彼得对伊讲：“我要去讨你。”因对伊讲：“我嘛甲你做阵去。”因就出去上了船，迄暝规暝拍梦拍拢。迄暝规暝拍梦拍拢。为什么？彼得搁倒转去重操旧业，真明显嘛！伊对耶稣失望嘛，伊对伊的未来懵懵了了。咱知影，遮耶稣就讲是讨海啦，讨海人检采因的迄个无受啥物款的教育，检采因的知识。水平较低，但是因就好处因真刁顶，所以耶稣好条因就对，听耶稣讲啥，因就去做，耶稣行到倒就行。不过虽然耶稣已经国外，而且嘛向因显现哦，对无？因为阮第二首就是咧记载耶稣对死国外了向因显现对因显现，因拢亲自看见国外的主，而且国外的主也烦恼因。去烦恼伊吗？真奇怪咧！安尼，做无一个就是佫记载讲，彼得带着一群学生，拢各倒转去讨海。因为国外的主，伊是第一遍经历到国外的主，毋过即个国外的主安那？来武装欺负伊。这真刁挺，讨海人检采到底我要缀啥？到底我要讲这？耶稣耶稣变成是一个灵尔，所以因我都毋知要安怎做，毋知要安怎，所以就是因这对比耶稣失望，对未来忘了，佮加上彼得这人真率性。伊也无迄耐性，搁等下啦。我对耶稣都3年半久啊，我已经浪费3年半的时间去啊。所以，就倒转去啊，加上耶稣要定性的之前伊捌3摆否认耶稣嘛，伊已经甲耶稣撇清关系啊嘛，所以。虽然耶稣过来了，叫伊去传福音啊，不过呢，这个时阵伊无立场去传耶稣嘛，伊都伫公众的面前公开否认耶稣3摆嘛。所以你怎么讲？你讲耶稣的时候，人马上笑伊巴掌，随着人打掉的啊嘛。所以伊已经无有立场去传耶稣啊嘛。只有都等于重操旧业。接下来咱过来思考一个问题：
这讨海人，因拢是专业的讨海人。啊，为什么比如含这些搁倒转去讨海时啊？真正讲因规年下拢无，通年拢讨无海。这毋是因专业技术的问题，也毋是因努力无够的问题。真明显，有真侪安那，毋是咱有法度掌控，毋是咱有法度把握。我想，过去这3年 COVID-19 前个。啥人会知影？旅游业，迄是台湾大行的一个行业。但是这3年，所有旅游业，旅行社也好，旅馆也好，餐厅也好，一间一间伫咧倒，啥人敢来搞？对无？台湾经济最好的时阵。一个看袂见的细菌，就甲整个世界变甲人搁在外。啥人了会到？啥人有法度去掌握？所以咱即个咱发现是讲，真正伫咱人生中间有偌济根本都毋是咱有法度掌控。咱有法度把握，咱有了会到的，但是伫这种情景下，咱信用宝贵就是真正。通过伫咱全方日子情景里面，各位数来用咱现现，所以接续落去，你来看见。耶稣过完了第3摆，倒去讨海才呈现的。第4节、第5节，这即句讲天父光的时，耶稣徛伫棚里，学生却毋知是耶稣。搁较黑暗暗，拢会过去，天拢会光。但就是伫人生中间经历搁较。做挫败，搁较济，累至失望、绝望。相信上帝因为咱从头到尾必然得胜。这过程当然真艰苦，伊个暗暝内面，咱检查叫你吊背，叫你地不灵。特别学生这个日子，希望的是天光了。耶稣徛伫棚，耶稣徛伫遐咧听候，佫真严，先叫做学生却毋知是耶稣。我相信毕业了后，我有到澎湖去牧会，我伫渔村。这段经历，我会当足深的体会。讨海人是下晡时啊，3、4点啊，就食暗顿，食了的时阵，因就出船，半暝甲海有拼斗，啊，然后伫半暝爬网，顶爬落，鱼仔浮起来，啊，暗时啊，咧甲大海拼斗。迄是真辛苦、真忝。啊，日是天父光的时，因日间，咱透早才有新鲜的通好食。你若去迄个码头遐看的时，你能看到有个人，哇，画面出拢，你就知讲，哦，伊有迄个
佫讲安那，头壳咧咧，挂着迄破网的时阵，头壳咧咧安尼是，你就知伊迄阵逃回。所以才讲安那，讲耶稣徛伫平里是因拢毋知影。因互因的汗水、目水看掉目睭去啊，看袂起耶稣啊，因毋知影耶稣伫啊。可能伫遮你有看到无？耶稣竟然安怎讲？耶稣竟然安怎讲？世囝，恁有食的。白话这圣经翻译搁较白，讲世囝，恁有米配。毋是讲恁能食，搁恁有米配。机会，你来想看卖。如果你是老师，你甲这学生教3年半久啊，因哪拢会当出师啊？你总工夫拢放无因啊，而且你搁交代因出社会爱创啥？毋过这学生甲老师的话拢当作咪吼，连听都无，而且咧违背老师的做法，哦。但是这学生真落魄，去互你拄着时，请问你若是去做老师的时，你会安怎甲讲？我定咧想，我若是当时耶稣的身份的时候，我会甲这学生错骂一顿，而且我会好好甲教示，甲责备，甲教示，甚至咧用圣经大道理来，搁比较好听，拢甲伊勉励起啦，安尼，歹听就好甲教示一下安尼。可能，下次你有看，即群互耶稣有够失望的学生。上欢叫耶稣拄着是，耶稣伫遮毋是讲保守囝儿，规暝拍网拍拢无，四好应该，送叫你听我的话，我著明明甲恁显，叫你去传福音啊，你阁有照我的吩咐，竟然阁去讨害，四好应该。圣经完写，圣经有写四好应该无？有无？有无？你讲的有无？无啦吼。反正安怎讲？请问你讲。你咧讲，来，耶稣安怎甲伊讲？拄则我已经讲较正，来，我做请回应者，安尼等圣经你才较熟。耶稣拄着的是安怎？第一句话讲啥物？细囝，安那？恁有食的无？你家想，细囝，我一开始甲伊无说着，我甲承认。现在我哪会叫伊承认？我叫伊承认，甲叫伊用牧师有啥无共款？对吧？伊啦，我袂当讲，我看伊大汉吼，但是起码伊读国校的时候，我袂当熟识。我做伊老爸做袂，但是我做伊兄哥做会过，所以我承认。毋过后来是，我该当我拢叫伊牧师。伊是一个牧师啊，所以我爱尊敬伊做牧师。毋过私下一开始是我承认，这是啥啦？表啥啦？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嘛。耶稣对这学生，逐个人伊拢知影名，毋过伊无叫伊名，伊家叫细囝，敢若叫因的乳名啦吼，叫伊讲。迄个细汉的时阵，迄是足亲密的一个称呼安尼，然后毋是亲密尔。过来讲，耶稣这个上关心你有食的无？
恁有密配无？7月，恁当认为耶稣干那在乎伊的大使命？恁当认为讲耶稣花下遐济心情在乎这10ye仔，就是要叫伊去传福音安尼尔？毋是，毋是。耶稣毋是干那在乎伊的大使命，耶稣更较在意是这学生因生活中上基本的需要。一个人生活中上基本的需要，若无得到满足，你要搁要求啥物，拢做袂到。但你上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你才有几力去服侍嘛。我3顿都无通食，我哪有法度，哪有迄个能力，搁去服侍别人？但是要只有咱看见，耶稣伊在乎咱生活中上迫切的一个需要。要早留伫生活中。我看无啥物，但要怎样来伫咱生活中上基本的需要，或者是咱伫生命中感觉真侪重大困难中间，要怎样来经历这个课外主？即个请你详细听，这就是信仰的功课。这学生是怎样经历耶稣的？因为跑，经足回心足热切，迄热切，毋是讲我去暗拍讨无去安尼尔。我相信因看咧就是我缀耶稣3年半久，毋过到头来一场空。即摆要怎样经历耶稣？要怎样经历耶稣？耶稣安怎讲？将梦拍伫出个正面，你就会得到；将梦拍伫出个正面，你就会得到。我请问，若是你的时，你会遐乖啊？若是你会遐乖安尼？若我的时，我会甲耶稣伫遐舞地舞教，我会伫遐甲耶稣讲：耶稣，拜托。你著知影，足了解咱讨海人迄个辛苦，规暝已经拍梦拍落，因我讨海人的专业讨无去啊，而且一头出来鱼仔平底啊，你就是搁去拍嘛拍无啊啦，因为这是迄个海上就是安尼嘛。讨海人经验就是安尼嘛，若是我会用，我已经真忝来推示耶稣的话。若是我会用，我讨海30年的经验，讲即摆无鱼啊，我会安尼来推示。甚至我会甲耶稣讲：耶稣，拜托，你是目睭啦。我若船歹的时阵，拜托你甲我相遇。若讨海，我是专业的，无鱼啊啦，无鱼啊啦。你叫我去是白菜工啦。可你发现啊无？这学生因无用因会忝，无用因的经验来提示耶稣的话，因照耶稣的话。将梦拍落去，迄个结果安那？迄个结果安那？梦到规梦的大鱼，总共153尾，而且接续迄句，来，足重要。最后一句安怎讲？来，做阵他上下面这行，虽然真济，
万曲无破。你若是有圣经，你将即句话甲框起来。伊虽然正济，万曲无有破，啥物意思？这是无有破万的丰收。今仔日靠着咱的努力，靠着咱的才调，靠着咱的拍拼，甚至靠着咱运气，是会有丰收，是会有丰收。毋过，偌哩一个丰收是破万的丰收，破万的丰收叫做啥物？无彩工，对无？趁会着，食会着。趁着会地咧靠地啊，毋过靠地啊破甲大大汤，有路用啊无路用？无路用。我相信，伫咱的信周围亲人朋友，你应该常常咱看到，有偌哩济人，伊有丰收，伊有趁着钱，毋过咧暗时啊半暝啊，咧流目屎金，咧食手乌破网，对无？有偌尼济人趁着机会，趁着财产，毋过咧，伊的网破咧，家庭的网破咧，阿母的关系碎了，爸母囝仔的关系拍歹，心碎。破万的丰收，毋是祝福啊！破万的丰收是撒旦魔鬼的诡计。耶稣讲啊，趁着全世界，丧失性命，有啥物路用？撒旦魔鬼的诡计是啥物？伊会当互你全世界，只要爱你的命；伊会当互你全世界，只要你家庭化，对无？爱叫做破万的丰收，破万的丰收，毋若是无彩工，是中着魔鬼的诡计。毋过咧，今仔日上帝互咱的是啥物？耶稣所要显示的是啥物？是无有破万的丰收。弟兄姊妹，信仰就是伫真济咱的困难中间，大半无愿意的情形里面，因着主的话，主，因着你的话，因着你安尼讲，我愿，就是你。大半无甘愿，你若甲主讲，主，若是你安尼讲，我试看卖啊，我试看卖啊，是相信耶稣的话，抓牢伊的应允，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就是无有破万的丰收。我会再去后再来，我行到后壁去。一个姊妹叫少兰姐，甘少兰，少兰姐，请你徛起来，含你的身体徛起来一下。哎，我毋捌你啦，伊甲我讲好，请坐。老师，你敢知影？你伫华冈教学会时，我伫啊，我出世的囡仔，红个啊，后来我去甲祈祷，啊，你带我去祈祷山祈祷。啊！即个囡仔得到医治，我啊是啥物代志，我拢袂记啊。我的囡仔出世的时就是心脏破洞啊，30-40年前啊，心脏开刀啊，迄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啊。佫是红个啊，出世个啊尔。你知影？无输较有法度。帮助无法度啊！我只有去祈祷，啊，手带到祈祷山，去金石祈祷啊！感谢主，倒转来了后是，去祈祷了后叔叔，伊讲读书，我即个后生吼，结婚了，哦啊，嘛生孙，感谢主。弟兄姊妹，上帝往往就是伫真侪困难中间，互咱来咧经历伊啦。
我感觉圣经内面非常宝贵的话，你知影？咱的神是啥物款的神？伊是互万事互相效力，互疼上帝人得到利益的神啊！啥物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互歹事来为好事效力啦，互歹运来为好运效力，互咒诅来为祝福效力啦。咱的神就是专门咧做这种逆转胜的工作，咱的神就是专门咧做这种反转的工作。有着困难，大家人拢袂啦。伫这全世界内面，天下无所谓一帆风顺的代志，天下也无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事。真济困境是上帝必办带互咱改三步的机会。啊，而且咱看见，这学生伊经历资料后，才会记得耶稣在意你，伊在意你生活中上基本的需要，伊欢喜帮助你，互你伫困境中间来经历伊，通过顺服就带来祝福。主所为咱备办的祝福，叫做无有破网的丰收。来，下首要甲你的边人讲的，耶稣要收拾你无有破网的丰收。我问你，就爱记得这句话。接续落去，当你经历了主，当你伫困难中间经历主，我真欢喜小兰姐，因规家拢去了去信仰。我随我人今日来陪伴，你甲讲，你的名是耶稣救的，是。当咱经历主了时，你就要知影，这是主耶稣真。所以伫遮，当这学生经历主耶稣了时，耶稣进一步要求啥物？耶稣进一步要求啥物？你饲我的意嘛。15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讲：“当安尼囝西门，你疼我比这较深嘛？”彼得讲：“主啊，是，你知影我疼你。”耶稣对讲：“你饲我的意嘛。”信仰毋是干那停留伫伊。干那按主求，按主啊，伫遐苦苦哀求，啊，主心处理，主解决你的问题，哇，你欢喜到安尼，啊，你家己伫遐吹头讲，感谢主，何乐主，感谢主，何乐主，啊，毋是安尼尔，毋是安尼尔，若干那安尼尔是无意义，若干那安尼，迄毋是咱的信仰，信仰。是你经历主了时，主要提升你生命的价值，提升你生命的意义。主甲彼得讲：“你饲我的嘛。”彼得伊捌经历过失败人生，彼得伊捌抱着迄个富国大业，伊为着望犹太这个国家会当复国，伊转换人生的跑道，伊离开伊厝内人，伊去军队耶稣。伊当时期待军队耶稣的人，拢是期待耶稣要做王的嘛。不过到头来，咱看见，耶稣并无满足因的期待。无完成因的愿望，彼得搁倒对落来，真明显嘛！伊后悔伊当初所做的决定嘛，伊真后悔伊当初做毋着决定去缀耶稣嘛，浪费伊3年半的时间嘛。啊，搁较悲哀是啥物？军队耶稣3年偌久，对
头到尾始终搞不清耶稣的身份，迄是更较悲哀的代志啦。所以伊才出来阻止耶稣行就十字架路嘛。当耶稣讲伊要用钉死的时，伊要互钉十字架时，第一个跳出来阻挡耶稣的是啥物人？一定嘛，而且彼得甲耶稣讲，断不可以，绝对袂使。讲我彼得绝对无互你耶稣叫用钉十字架。啥啦？耶稣人钉十字架，彼得安怎？啥物都无去啊嘛，对无？伊对耶稣其实啥物都无，所以伊甘在听耶稣，毋过甘在嘛为了伊家己嘛，所以伊马上跳出来保护耶稣挡耶稣讲，这我绝对袂让这个代志发生。所以当彼得嘛是讲袂算话啊，到去西马尼游时，别个人走来了时，伊家己跳出来保护耶稣尔。所以而且你安怎样？彼得对耶稣第三个报根本都对耶稣连清楚都无清楚。毋过彼得这人讲义气，毋过伊嘛真客气啊！伊去西马尼人个时啊，伊为着要实践伊个诺言，伊就从刀背出来，削掉迄个罗马兵丁的耳啊！迄若毋是耶稣出面阻止安那，有可能引发一场血腥一个暴动嘛。就伫面看见军队耶稣会期待落空，所以就伫耶稣被掠的时阵，一查某囡仔面前抱着耶稣。迄啥物事？就是我甲耶稣一刀两断，撇清甲耶稣的关系。这互咱看，这是彼得已经失败的事情。毋过咧，耶稣对伊还是进行内在。彼得对伊错误的决定、不忠不义的做人、失败人生，伊内心一定有真侪亏欠、自责、罪恶感。伊伫向前面面，伊的心一定是非常煎熬的。你来想看看，如果彼得伊若安尼转着去讨爱，对耶稣来讲安那？对耶稣来讲安那？耶稣的心也是一定真艰苦。当然，耶稣无可能讲辛辛苦苦栽培70个学生，全就按当面去讨爱。耶稣要怎样来挽回？才已经伫挫折、危机、失败中间学习。才能看见耶稣的地位。耶稣开始对彼得做异地的工作。耶稣甲学生食了最后的早餐，也问学生：“恁疼我？”伊问彼得讲：“你疼我？你疼我？你疼我？”你想耶稣讲像即摆会青年人搁咧乱来讲，你有爱我，你有爱我，你有爱我，干安尼？毋是啦，当然毋是啦。耶稣是用伊的智慧来对彼得做内在的医治。伊若三摆否认耶稣，带彼得是心内真侪的自责、真侪内疚、真侪罪恶感。这个自责、罪恶感若无得到解决，彼得无可能有气力去传耶稣。伊也无力量去传耶稣，所以耶稣开始对伊做来代志。耶稣安怎？用3摆的问话，你疼我，你疼我，互彼得3摆的真情告白。
也借着彼得3摆爱的宣言讲：主啊，你知我听你；主啊，你知我听你；主啊，你知我听你。大家撤销3摆否认耶稣的体验，是，互伊重新搁一遍表明伊对耶稣的体验。这是一个听的告白，听的宣告，是3摆的回应，撤销3摆否认耶稣的体验，那就一件经典的。耶稣讲啦：“你去我的意愿，你去我的意愿。”伊就经历耶稣的意义下面了后，耶稣对彼得讲：“你去我的意愿，你去我的意愿，表示啥物？这就是耶稣用伊宝贵救赎的恩惠，伊交予彼得，表示对彼得的信任。彼得虽然你过去有否认给我，可是耶稣用你去我的意愿，表明耶稣对伊的一个信任。而且呢，你去我的意愿，就是耶稣毋但对信任，乃是对伊一个托付，来提升彼得生命的价值甲意义，是你过去。兼在你的人生是干那个讨厌，佮耶稣可以得到人，亲像得到喜。啊，当然，耶稣所做毋是甲安尼来行，佮要紧的。最后，耶稣讲啦：“你滚地我，你滚地我。”彼得一般主动耶稣。毋通行受的路，可能耶稣伫彼得中最终的目的是爱伊陪圣经来滚地耶稣。彼得过去阻挡耶稣行圣经的路，毋过即马反转耶稣要求伊，你来滚地我，陪圣经来滚地我。然后因前像18节到19节。来，咱这边来看一个好过来。来，即个先咱这里来，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塑造着大，随意往来。毋过你未来时，你要伸出你的手，别人要将你绑起来，带你到无愿意去的所在。耶稣讲，即个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应验上帝。讲了即个话，就对伊讲：你滚地我吧，你滚地我吧。我相信咱拢知影，圣经虽然无即个记载，不过历史有流传。彼得是安尼死，当伊互困着彼得要走离去罗马的时阵。伫半途拄着耶稣，伊问耶稣讲：耶稣你去倒位？耶稣来讲：我要为你倒转去往原点圣殿。彼得边仔往咧，搁倒转去，然后甲要点圣殿的人讲安那，讲请你甲我倒头顶，我不配甲我的主同点圣殿。请你甲我倒头顶，所以伫罗马教我有请即种纪念礼拜堂，我有去过，迄个礼拜堂，一边挂着耶稣顶圣的像，另外一边挂着彼得互倒头顶圣的像。7月，这就是耶稣最终。恩咱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耶稣要互咱生命上大的一个荣耀。今日教会教界，刚才咱听第真济所谓成功神学，
有人对所谓成功神学真感冒真歹听。对，如果你的方法对，你的成功神学是无路。真正的成功是通过神家道路，也通过神家道路，才有真正所谓的成功甲荣耀。神家背后的荣耀，这是真正的荣耀。但是我要甲咱最后要甲咱分享啊，这条神家道路。你我无有人单独行会落去，是个道路需要真侪熟练同伴、同心迫切祈祷的支持。咱过去比得以后来成长，生命结局是从倒头顶上。而且过程咱看安那，比得。互乖落家，圣经就安尼讲，彼得互乖入家里，教会却为伊切切祈祷，教会却为伊切切祈祷上帝。是，我相信就是彼得这伟大的一个事务，主将忧群托付予伊。就使命交代伊，伊愿意行就是伊个道路，毋可能。迄毋是伊家己一人行的路，伊需要真济兄姊妹为伊祈祷，伊才行。兄姊妹，是啥咱需要教会，现在需要教会，而且敬拜，需要小组，兄姊团结大家彼此关怀。咱就是需要这种彼此互相带导、彼此互相一个祈祷的一个支持。最后这几年，咱的教界推动一个叫做 RPG，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通过2、3人，逐礼拜1摆。用电话彼此带导，即马手机赖足方便，3个人一个群组，一礼拜固定1摆，彼此带导，是迄个带来真大一个困难。我甲咱三个互相勉励，这是我的教会。我拢鼓励伊兄姊妹，礼拜了后，恁若像我敢若恁兜尾相厝安尼，拼来弄。礼拜了后，咱真难得，特别是咱的教会，哇，上帝互咱真大的空间，咱好好彼此，而且慢者20分钟，半点钟才转去。一个兄姊妹互相彼此带导，3、2个，互相带导。你若这是阮中央教会情景，阮礼拜了后时，礼拜长顶啊，到处你着通看见这种情景。是教会内面兄姊妹倒转了，礼拜结束了后时。先熟悉2个2个，3个3个，互相一个带导，彼此一个祝福。你会当讲这礼拜安那，是讲你会当我即摆拄着需要啥物？哦，你伫遐简短分享出来，互相带导，特别是咱会中秋大工，哦，咱搁会当安尼，哦，来为人祈祷，为人祝福安尼，是，我相信哦。整个咱这会堂内面，整个教会逐角拢充满祈祷的一个声音。兄姊妹，伫这个外后的世代，
是伫道路，比咱拢无度相比。可能咱需要彼此带领，因为是伫路无人单独行会落去，是祈祷带来困难是非常大的，主帮助咱。我咱通过今日信息，知影耶稣关心你生活中基本的需要，拢你有遮的。第二，耶稣要提升你生命的意义，你是我的愿望。第三，耶稣要互咱生命上大的荣耀，就是你来滚地我，主帮助咱。当然，伫这个过程，咱也一定拢有真侪的软弱，可能主欢喜帮助咱。这个时间啊，再来听这首诗歌，我的信心也不定，伊要看我的手。咱起来带领。人生的旷野路，你要搁牵我的手，行过死荫的山谷。主啊，帮助阮，伫这条死的道路，互阮会当彼此相提，彼此相拜倒，彼此相支持。
主啊，我恳求你，我知影你在意阮日常生活的需要，你搁较欢喜提升阮生命的价值，最终你欢喜将迄个世界荣耀赏赐互阮。主啊，多谢你伫阮生命中即种的计划，阮行伫你的心意内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感谢欧牧师今日所带的信仰分享。即时咱来奉献，请事奉来感恩。是请起立，咱来奉献的诗。是咱来透过刚刚事项的部分，会处理事会是林丰修、苏婷、蔡依婷、交代书宪、秦天才、张秀芝、献辉、李书办、韦平雅西、邱永祥、片西、训大队、音控于伟达。台语的新闻处理哦，李书办。聚会顶少聚会人数甲奉献部分吼，即个日子请大家来看。本会消息，大先阮先感谢王牧师今日所带的分享。第一项，因为疫情的关系哦，若是你咧厝内有需要帮忙的所在吼，请来通知教会遮，教会遮会使提供若需要帮衬的所在，咱教会遮会使斗3工。第三项，会处理下晡1点半爱召开定期的总指会，请敬拜队的团长来出席，请同工嘛礼拜生来出席。第四项，本会启用总兄弟2月22号按照主怀，定3月4号拜六下晡1点半伫教会来举行告别式，请为伊招来代祷，求主来亲自来安慰牧师。第5项，北中妇女部的定伫3月3号拜五早起是9点半伫南门教会举行世界公道日礼拜，请兄弟来参加。若要参加会使赖桂珍技师来报名。第6项，家长成长班伫3月7号拜二早起是9点半到12点开始，是12个礼拜吼，请家长会使做阵来参加。若有兴趣会使洪文乡传道来报名。第
第七项会处理信徒英语课程是丰盛生命。第3课是定时进食，请兄弟踊跃来参加。第8项邀请对儿童的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当3月11号有一个挽救儿少流失和如何训儿少童工的研习会，请李知颖技术来报名那相关的资讯拢伫咱的公布栏遐，大家会使来看。关怀甲代祷的部分阮由原来为阮教会内底肢体兄弟来代祷。第一项出来调用的兄弟，洪文香、吴世明、林澄清、赖建志、林建志、余德修、曾文德、曾明霞、何静婷、徐建庭、林敏珠，还有林丽轩。即摆咧带伊调用的，就是苏绵雨、姚卫星、李希明、洪本展弟兄的母亲，还有白许秀英。奉献的部分那请大家来看。有错的部分嘛使甲阮干事或是苏娜家来确认一下阮的受理好，报告到遮。大家平安我来简单做一个补充今仔日有一位新来兄弟姊妹是天成兄玉林姐的后生大儿子来咱请起来陈景煌兄来，大家大兄咱过来看就是这个第三点，咱伫个即礼拜六，过来即礼拜六，下晡1点半，咱嘛要参加，兄弟姊妹参加个别说，咱就即个时间伫咱的教会举行，其他火化日报，迄种家属咧伫个桃园的殡仪馆火化日报，即咱注意咱来参加个别说就会使，伫个即个第3点，咱的即个安永洲弟兄阮就听。过来，咱的家长升中班这咱较注意下礼拜啦下礼拜拜二就要开始啊，还佫有领奖，无济，但是佫有领奖邀请兄弟姊妹，咱厝边头尾拢会当来参加咱来继续来成长继续来成长。佫有咱下礼拜咱的中育的课程养育课程要进入第3课第1个月每一个月第1礼拜、第2礼拜咱用这2礼拜。咱继续会当来报名，会当来上课，再去即个10点的时间，10点的时间，咱伫遮3到遮来上课。过来，咱即个第8项是咱主理2事工的教育，咱对伫主理2事工教育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希望咱会当来参加。关怀代祷的部分，真重要，咱看到遮的兄弟姊妹，特别咱看到咱敬兄文香传道已经出院伫个前几工出院，一切顺遂，恢复也真好，总是咱继续爱为伊祈祷，为伊祈祷，即个术后这调养，伊厝内面的调养，这真重要，所以求主来保守，感谢主嘛，一切拢真顺遂，嘛感谢兄弟姊妹的代祷，继续遮的兄弟姊妹关怀代祷的部分，希望咱会当继续持守，为着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教会有祷告网。伫个即个招待桌遐有QR code，恁若有兴趣，想讲咱做阵要来祈祷，即马逐工牧师拢会发一篇祈祷文，伫遐咱做阵来祈祷，为着遮个兄弟姊妹，不定期的嘛有遮个祈祷网，咱若有读经网、读经网，拢伫个即个咱教会的即个FB 顶悬嘛有铺，所以麻烦咱若会当，咱拢总会当来加入，拢总会当来加入。咱搁一遍拍呼我，感谢牧师今仔日咱做有华语场，做有华语场，做弟兄安尼来报告。来，这是咱来看本章的经句，约翰福音11章第15节，咱同齐来念。
名507首，有时需要请牧师来唱祈祷，再见。主耶稣求定天地上帝恰当，圣神的相通，甲咱请大家三个一地，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谢咱祈祷机会。